九龍城區係一個舊社區，區內嘅一事一物都隨住時代變遷而不斷在變。今日嘅九龍城區又再一次蛻變，帶領社區邁向光輝嘅未來。九龍城區歷史悠久，區內一直以嚟都有唔同嘅公共屋邨同私人樓宇。近年，九龍城區開始改變，九龍城、馬頭圍同埋土瓜灣不斷進行重建翻新。過往嘅商場同大廈已經換上新形象示人。啟德發展區係九龍城區發展嘅亮點，包括已落成嘅郵輪碼頭、興建中嘅兒童病院以及在規劃中嘅體育城。另一方面，區內亦興建咗唔少住宅屋苑，而啟德發展區內嘅公共屋邨亦已建成，讓市民安居樂業。區內嘅私人樓宇設計獨特，令九龍城區嘅面貌煥然一新。九龍城係美食熱點，混雜各國菜式，吸引咗好多區外市民前嚟。近年，一啲新派餐廳亦進駐區內，令九龍城區增添一份新鮮感。九龍城區喺改變同時，亦不忘保育區內古蹟，例如牛棚藝術村、宋皇臺同埋九龍寨城等區內古蹟。另外，區內亦正在計劃興建龍津石橋遺跡保育長廊。區內亦致力保留中國傳統藝術同風俗，中國粵劇藝術文化源遠流長。透過興建高山劇場新翼，有助將粵劇文化薪火相傳。每當觀音誕來臨，唔少善信都會嚟到觀音廟向觀音借庫，絡繹不絕，場面非常熱鬧，係九龍城區一大特色節日活動。呢一切嘅歷史建築、傳統文化、風俗傳統，令區內文化特色得以流傳。為咗加強區內同區外嘅聯繫，港鐵興建沙中線鐵路及觀塘線延線，有助來往九龍城區、啟德發展區同沙田及金鐘等地，既可以舒緩交通擠塞情況，又可以擴大區內嘅交通網絡，加強同其他地區嘅聯繫。九龍城區嘅蛻變，為未來寫下精彩嘅一頁。